这样跟他说了的。这些都吃的多一点，有一些直接就不认识了，就是不懂，你说的不懂。还有那个炸虾仁知道吧？那是炸鸡虾仁吧？认识吧？但是炸鸡虾仁认识吧？不认识吧？在日本都是。啥小点？就这样子。另外花过再配过这个啊。还有好多曲张错的。哎，曲张错的，曲张错了没有？来了，他没有。曲张错啊！我帮你看。好了，正在跳吗？要跳这个吧？哎，亲，那个。还有一些小朋友，我看了几个。有些不认识啊，我上剩了几个。哦，区当中还有个红包嘛？啊？区当中有个红包嘛？有一个。好，我说他在那边就拍脚，这样就可以。哦，你拍那个是吧？哦，就那边就拍4个。哦，要23个哈，都是玫瑰送的哈。这是我们网友说的。这边还剩过来两个，剩2个再送2个吧。这有些太多了，有些没准备这么多。我突然摸下这么多人来，30多一人才给我开了再送2个。这个包呀，这边我看谁送了，还有一个。这个小朋友没送，哎，这个小朋友有没有送？还没送吗？扎西下真是没来呀，那个。这个，另外那个这个黑色的这个，来小朋友给你一个，谢谢。基本上去哪也没看到的，我都跟他说了的吧。17也跑起来了，在17，他之前说过不会到境外再跳舞了，永远不会来，他还是要来。他跟我自己跟我说的。那个陈翔以前不是不要送礼物嘛，他不要了。后面我问他怎么回事，我说你怎么安排的嘛？我说这边有人给你送一些礼物，表示一下。他不回消息，一直不回消息。后面我打电话问，他说你不要问了，以后也不来了。什么原因都没说，然后我问瑶瑶，问17，问那个曲正那些，我说你联系他咋回事啊？然后后面自己还是问他不行，他没有说，也不说。我估计是不是他学那个考试的问题嘛？我也不知道咋回事，后面没去问他了。后面我就把那个礼物就交给别人了，交给丽丽了，就没有交给17了，因为17。他说他自己说也不会来了，也不会来跳舞了。哎，这个是杨军吗？杨军和罗布在这。有点笑啊。
哎，那个是熏温肉吗？不是。我看一下西门有一个的，西门这里面好像现在喜欢来跳舞，但是每次他在最后一排，没看到他。还能看比较高的1.7米以上的就可以看到他。我今天没来。你，我要叫完全变样子了，不认识了。我亲的没有胡子了，光的那种。准备跳过来跳衣舞的嘛。后面那个绿衣服跳得好。后面还有一个特别好的，太多了，招式太多了，都在后边。那个西西也在，看嘛，西西穿粉红色衣服那个。他手机要拍一点，早忘了。明天不知道来不来拍，不知道嘞。没有忘了，把视频都忘了。跟到前面跳就完了。结束了，有点累了。还有报的还有10分钟。昨晚开始太晚了，只跳了1个小时。就是吧？今天7点50开始的。对啊，那只跳1个小时，所以大家5点过就来了，太早了。那个去的都还没来吗？拍视频去了吧？没得事，哎呀，那个水是在一起的，待会儿给他一样的。现在有点还好，我把配一下。没随时可以配啊，他每天都可以配。
根也可以，反正等会儿在一起。没事，等会儿去玩嘛，是不是？等会儿去那边。等一下我看去哪了？真的也没来。真的我等会儿给吴家墨，等会儿我给吴家墨就是了。他在看我嘛，他。 단체 오지 노조 초첩교시 오모자 나무 오수 야쇼 사이 포세 야쇼 짱대 주모 와나도 예레 야시비 예마 모조비 예마 호선초비 예마 다라 호야도세 차가